那一個？我話似周杰倫就得咗。我記得細細個有人問我，以後老公要有樓幾座，仲有工人幾多個？我話似周杰倫就得咗。好到我大個，結論都取咗，連 B 都收埋幾個後，我發覺錯過咗好多好彩，留低咗最好一個俾我。其實有幾多人像最初愛着那一個就會遇那一個，不問為什麼開花結果，只得我兩人最清楚。其實有幾多人在等下一個，奇怪是我知道此生注定你最好，到天荒地老仍會每日給你一個擁抱。我記得細細個有人問我，以後要點過？我講要娶到個靚靚老婆，生活最緊要快樂，仲要有人分享。好到我大個，經歷過不多，時間卻一味錯過後，我發覺應該係拜得神多，好彩留低咗最好一個俾我。其實有幾個人像最初愛着那一個就會遇那一個，不問為什麼開花結果，只得我兩人最清楚。其實有幾多男人幾在等下一個，身影永遠藏在你心中，到天荒地老仍會每日給你一個擁抱。其實有幾多人像最初